的母亲会上是女儿也罢。那罢了罢了。丁老爷夫人不公之道。哦。我的姑母亲上受小者一本，越过的不是东海受必人山，吃罢了。儿郎来见过你家表兄。表兄，小妹有礼。表妹，女兄只想玩你了。王爷兄来了，快请快请。久闻现在是才高玉凤，一月万现在得中单连一副，不知肯服用否？哈！公瑾不是聪明，我儿不明要在年不面前先抽一番。哪里，这儿来。
家齐亲。我有心栽花，花不发。他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好恨呐！像我表妹接着就要出国，我杀不出山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否能向我心头之恨呐？沈媒婆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吗？哎呀，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叫小我在哪里担当得起呀？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老夫人来了。儿啊，你今日嫁到王家，在王家虽是亲民，可也是个势利人家的书香门第，为娘不免要再三叮嘱于你。
得三生姻缘尽相逢啊！我有朝一日功名去，凤冠加倍情手送。娘子，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月表兄亲戚，顾文月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有字有尊。文有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一份，有意中秋一别。曾经长期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妹恩爱空结发手。那小是非人员年名另配论罪，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旧？若说一次聊表心意而论，四连心意难丢。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许寿，李子秋英连声发拜，连声发拜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9月之上，顾文月面露不快之色。皇家有这子，若作为凭，好吃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若洁。名门女，虽他日上风怀中下先生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位尚书少家教，我王门亲的于名声，若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大功。我杀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顺阳所门闹不是我堂上禀告爹娘笑。夫人啊，李亲家是适合的我家，此前还保举我上京为国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
你与月里要好好看待媳妇。哎呀，老爷，媳妇都娘欲醉欲梦，若他不欢喜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这个放心好在。菩萨进去禀告，玉空丧了爹娘心。夜访，无产人怒气为苏王，从此修人不清心。心房之中冷清清，为不尽心官人，想必他高庭之上恩情也。想必他到父母旁边去人教训，想必他在言语之上就喝醉，想必他身有不丧，情爱你。我做事有想，心不定。耳听得叫人把事情，想那人一直手里路三心，他父亲先前当面许婚姻，我知道上述还在这家许，谁知他安排巧计。
十里红帐2点3把8人千两配，家儿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后疼，是这般恶毒心机太可恨，看来早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我个媳妇头娘越在越忙，越到越离，多少个眼泪了。要是来年生个大胖儿子，老太婆是真正的高兴死在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个小丫头好像是新媳妇房间那个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哎，丞相看见老夫人。上载上载，丞相来。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问侬看了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丞相，那小姐的姑爷好不好了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了。好个，跟那姑爷的小姐呢？姑爷，姑爷的小姐嘛，小丫头，阴阳怪气，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论是非，姑爷的小姐可说不上好。说不上好？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。啊，丞相，可听侬讲他起来了，小两夫妻还没同过房咯？哎呀，爱玲啊，爱玲啊，侬真的那昏断了侬！丞相，刚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那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啊，还要打侬啊？小主上都变得介凶残。丞相，跟侬上来不是小家去啊？啊。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丞相，你好不懂事，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小姐，姑爷他不肯上路，你连夜不在，是我经受得起。丞相，你先去睡吧。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伴小姐。丞相，
去！拜见好听话，起来！官人。哎呀，读书，读会那个读，去玩个礼啊！好笑啊！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！根本还不要我去这样，是我送不？不要送！哎呀，阿玲，侬做啥啦？孩儿想送母亲。非要侬送，去，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真香！来。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不错，让我关这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哎，侬倒是提醒着我了。家有远亲，父少无，小子言生积德多。官人他新婚燕，新婆婆。他有
说说心，小两夫妻多母亲，根本老太婆啊好放心在。母亲，阿玲啊，阿玲。我个爱玲到底年纪轻啊，看见娘还怕难为情啊了，真是个。孩儿不去，不去？为啥不去啦？这没有孙子不去。哦，丞相，把王宗生小孙去哪里？孙子来这，那孙子拿去。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那，这个我操上，刚好一把孙子差得发毛粉噻。啊，侬这个我操上啊，侬不去算了，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。哎，媳妇大娘。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不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回门不回去，害得那娘要不放心的。还不如只能足管回去好在，娘家屋里想等一个半年回来啊。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不啊，待媳妇写信一封回禀母亲。该是再去。哎呀，好媳妇，还不如只能足管放心我在丞相叫王府飞桥去。3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失守。对了，这先生今日回着娘家，
分明是与顾朋友有约在先。启禀老夫人，教子辈人请少夫人上轿。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？倒便宜了这个前程。见玉玲言谁动来？母亲，官人他一同藏好友慰问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代慰问恩告罪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一日不见，你瘦得多了。今日我儿回来，为娘十分高兴，快些为娘进去吧。表少爷，哎，李欣，小姐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姑爷呢？有事没有来？哦，小姐在什么地方？在后厅与夫人叙谈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儿啊。小姐家到王家，老夫人的小姐可好？老夫人在等，那很好。
此事，你小姐面容为何这样的小事？啊，想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哦，为了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嘛。母亲，儿郎，你此番回来，在娘身边多做几事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丞相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是，夫人。前来求见小姐，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查阅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言虽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查书。从此休想进王门。儿啊，言些书信到来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人来信逼逼，请伯伯你老夫人侍奉。官人多说要我做伴，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。哎，儿啦，你今日回来，多在几月，少在8月，哪有谁叫回去之理？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言希也来同志就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是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今日放女儿回去，今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，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，屏蔽女儿不孝人，独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夫妻恩爱同作伴，送堂地着我称他的心。你夫妻恩爱娘高兴，这是你谁家委屈不尽情，秀英儿啦，你别盼为娘自己在，我亲自送儿到王门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儿
不是委屈的道理。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生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子一孝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又何必再要留女儿自所一孝呢？此次说来，为娘连留你一孝都留你不知。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夫妻受。哦，留你一孝，谁要害你夫妻受？不，此次说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堂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母亲，难道你也要回去不成？母亲，啊
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。你可知道始终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好苦啊！人亲戚，好容易呀，盼得我儿满月归，谁知你养育之恩忘关人，我留你一笑都留不住啊！叫娘痛心不痛心，娘啊，你今日把儿回家去。我实在来报娘恩，为娘死了半天，你万事要回去。我丞相。当家，小弟，我们不要回去吧。大家，一怕你要回去，三命你回去。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母亲当初不养你，你就回去吧。母亲。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情长，女儿百病。
他远嫁而去，远嫁而回，如今看来是得其所在，不回来了。那我就写下休书一封，把他休了。启禀老夫人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啊？他怎么今日回来了？母亲，小徒娘回来在上楼去，孩儿不去。我托上，主娘叫侬无媳妇一同回去，侬又不去，一回去再侬又下心叫伊回来，伊回来再侬又不跟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侬讲，孩儿读书要紧。读书，道理不懂，还得啥个书？去，娘陪侬上楼，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。孩儿不去。啊，侬个小畜生，我里与侬做主，还是与我做主？侬到底去不去？母亲，去，母亲。母亲她急中情语不明白，她定要让我上楼来。今日她为着娘家去，她儿臣是有压在先，私行为。我以为他定在娘家住一宿，我就可以一封休书将他推，谁知他远嫁去又远嫁回，到时候留难留来推难推，简人啊简人，像你这样不怨不得下贱女，与我面目到王家来，我今夜在人未听守等天明下楼台。
仇人吓得我不管，去情深恨。像秀英平面来吵他，他为何见我像眼中钉？像他这种后心汉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顾冤家是本谁？冤家他枉夺师叔李伯明，那伯伯他待我像亲生，更何况那黄门必与他带兵子，杀动坏了本人，要结死了伯伯老大承恩。还是那一句他给，想起往日心的疼。自从嫁到王家，一向离你走到贫无过处，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真人。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该回转娘家，母女团聚。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珍宝，这冤家他当我路边草，他竟这样对待我，我认明这冤家他懂一笑。我还是将衣裳龙虾
将我出家之时，我母亲她再三地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小人公婆，进入丈夫。小姐天气而冷，我尚不与他给你，倘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，还要怪我父母养女不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哦是好娘。怎记得那是弟弟做他人，母亲你上楼细心报，说道是已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教。十月令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他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谈，指望同房花烛早日呀到。谁知道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夫妻是受尽年少，是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我是受不了。啊天哪，还是我的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是你替我给着的？是啊，是我给的。给得好，上来有啊！官人，先生啊先生，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，要想害我一世功名不得成就，你好狠的心肠！表弟。
去把酒有么？啊！拜见伯母。哎呀，小畜生！我女儿许配于你，难道你一生有母还怕我受当不起吗？哼！我先问你，我女儿嫁到你家与我过错，你尽管当旁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要还道理，文字见人事情。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当都当得，骂又何妨？有我在此两你也不管。那我就唱。母亲，小英啊，你们等我为娘好苦。自从你嫁到王家，受月令死死凌辱，今日为娘亲眼看见，真不叫为娘痛心为儿啦，你快些为娘回去了吧。母亲，母亲，娘啊！要是女儿随娘回去，倘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也是何做人？就算是此，得为娘修书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，定要与这畜生并离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官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是啊，为娘是有道理，丞相，你要好好我是小姐。请我来背教。母亲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看样子我个为人家要擦太醉了。左右与我将军三商言。为家国。
文德夫人生于重病，我连夜归位，臣你见了下官，这样怒气冲冲，恰是为何？当初都是你配下了这门人的情事，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便月令未必的神不相神，鬼不相鬼，你为不跨到王家与我去领事为累？此话是真的，我难道还为娘饶不成？我女儿被王月令4次领受，我难道罢了不成？李信在与我打讨王府。是。挂起8件有无？起啊！请家公，阿玲来了。拜见八姑。口称帮我，你是何人？王月令。王月令。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养女不教，就怕当不起这个臣服。畜生！你将女儿无故领受，使劲带个口出狂言，他到底与何过错？你需要还我个道理。要还道理不难，你先待女为妇。待女为妻？哼！我待她为妻，难道为养她不顾老吗？满是指养她不老，就是把她另许豪门，我王月令绝无异议。小姐，小。你与我写书书，过来，带我来写。慢慢走。这娘子开口，侬滚！应该像我女儿乃是名门之女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退就退？使劲你还清道理便罢，要是还不清道理，我岂肯饶你？好，你去看来。文有表兄，秀英，过来。叫先生，你尽管做出这样双峰爬说之事，我今天永离不得。老汉，听家公，我为官之身，阿懂得三从四德，岂有不孝？谁家从无才家中，从父开玉来，侬帮我说说。那，媳妇大娘嫁到王家，有规有矩，有道有理，随随有啥个事情做做，娶着王家，霸着王家，令侬不着当，令侬不着杀。弟弟呀！女儿是从家到王家。如今王月令4次的领受，指望弟弟回来，与女儿深愿结成。谁知道弟弟开口肉麻，举剑就杀。弟弟，女儿到底有何是做错？
你总该是个明白。女儿就是死，也要死得个明目。你去，快来！媳妇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哎呀，婆婆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，媳妇多娘呢，还有得下过啊！婆婆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根本那个弄得记住你。老夫人，孙子家可以带过笔记。哎，好的，笔记个，丞相，我快点来指笔引我过来。啊，好的，笔记个哦。好的，笔记个。老天菩萨，保佑进士笔记世家发动，发动，发动。老太婆看到不动的，请家公，侬看动不动？哼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上谁家的全套了呢？行书是假，难道是冰玉尊因为假的不成？冰玉尊，丞相，小姐，丞相，大胆献笔，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？哎呀，老爷，不是地狱还冤枉！丞相，侬仔细想想看，小家东西是侬管的，但指望头怨我只管供上去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宫那天，是我与沈美婆替小姐梳妆的，那只有早已我明明放在床帘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为了在故意收你。哎呀，爱玲啊，侬个子女做人从啥地方来的？那天花烛之夜，还是从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从房门口拾得来，花烛之夜门是我关的，只有丞相、沈马婆三个人，不看见，这倒是奇怪着呀。李信，与我立正，沈迈步来问话。是。沈迈步，你可慎重这封书信吗？小人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神圣不神圣，不问你知情不知情。啊，这次病入罪，我认识是你家小姐的这封情书，我不知情。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的沈美部，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是我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，你还管谁不知情吗？小人实在不知情，实在不知情。早是不早，哎呀，冤枉，冤枉！你是国谁不早？我早。哎呀，这都是国有公子出的主意呀！只因他看中你家小姐，求情不认，还是在心，要不偷得你家小姐的病入罪。他写情书一封，叫我连同肉妆丢在新房之中，有意让王公子在上，好擦杀这段姻缘。老爷，这一切与小夫人无关，就大老爷饶命，饶命！要不，救命！为我将你许配我，
为母继父又远去了你，真不叫为母痛有婴儿啊，你万是再为母委屈了吧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娘从前个辰光，祖娘王门路侬不讲，是门路侬不想。哦，今朝一位人家弄得七点八到，侬到来讨鸟家，来不及在。我好悔呀！好悔，侬又得悔了，娘啊！我回拨给一封情书，家当真，却杀母亲李秀英。我回拨给当初不听娘教训，几次破门我不生命。我月令空头生严肃，今做了不听不逆人。啊娘啊，虽因啥有长虎对啊，你叫孩儿真做神。来做事，从今儿娘的言语句句听。哦，侬从今朝起听娘的话在啊，好过站起来。多谢母亲。大人啊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侬上京赶考去，要是有个功名成就，要父母跟前啊，好有个交代；媳妇跟前办个道理，夫妻还可以和睦。娘叫侬上京赶考去，侬去不去？是孩儿遵命。去么好过，快点进去整顿营装。是。母亲啊，娘子病重，盼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我有数用不着侬操心的。多谢母亲。我家凤冠
权。当初是奸臣设计陷害你，如今是水落石出一命啊冤。那眉部下药问有事，我是真心悔过少先前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事休在地，请夫人快去官告地风光。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们多思多想多心酸。怪爹娘错贤错婿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不仁不义不心寒。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，猜你为什么满手满心满月来转？我做婢受苦受难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伤肝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娶一个美貌是美转转。当初要是没有我家小姐替你盖上那件女生的衣裳，我看你呀也做不了这个状元。跪下来，这人啊，起来，多谢岳父。秀英儿啦，你莫记贤妻莫记冤，家庭为伍也相劝。若令高宗以为信，列里给陈岁王恩西风光。弟弟呀，那日定前把婚配，气得弟弟肝肠断。此情在眼前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凤凰。岳母，岳母，你且起来，多谢岳母。你站在一边是。儿啦，难为他今日认错为心做儿啊！你快些文官把呀背错
为母啊命啊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烦之事都忘完？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，他尽管岳母不叫把母还。他是个大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不长远。弟弟，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引得媳妇受巧冤。为父不管家中事，要劝求你娘去劝。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奉婚，还请母亲再去相劝。阿玲啊，媳妇都娘爷娘的闲话不肯听，阿婆闲话也不会听在，做娘福气倒霉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福气倒霉，当真的不去？福气不是讲福气。也罢，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纵上愿也枉然，就算一生空家产。阿莲，你要做啥啦？我只有归依三宝起家园。哎呀，母亲。路上走不得个，我去倒倒霉看。多谢母亲。嘿嘿嘿嘿嘿哈哈哈！媳妇大娘，我个新官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。根本侬自家来送。叫上媳妇，我啊该肉，新官肉，哎呀宝贝肉，阿玲是我个随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随背肉，随心随背都是肉，老太婆啥不得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起呼啊呼，见得媳妇你是媳妇终身母，婆婆的恩德名飞呀夫，夫妻不世间有，唯有我是不明不怕受折磨，我不愿与他夫妻有。只好我问你老婆啊婆，媳妇侬是月亮方正的一拉姑，不一度来没两一度，前处问处是205处，我步步对侬总犯错。媳妇啥不肯夫妻无，我养什么你只管做什么婆。媳妇啊，侬马个人情结不不，夫妻中欢尽谁不啊？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我情愿地坐担堂风风风，
阿玲啊，侬若要夫妻和睦嘛，是非侬状元会的妻人错。哎呀，母亲，孩儿乃是天子门生，万岁女婢钦佩的心可状元，我只能去向娘子下跪呀。上个天子门生了辛苦状元，老婆都要忍不着这。切，哎呀，母亲，这是使不得的。气呀！今日之事既往不咎，只要你们夫妻和睦，把修结牢，也就是了。这蒙古衙门二产天生，好哥，请公公的娘原谅。